年開始執教香港女排嘅，咁啊中途咧就試過咧就唞嘅休息嘅，咁但係方面咧就大家一陣留意下啦嚇。楊秀美咧就好多時咧就同啲球員點扣得仲多嘅，因為始終都需要可以嘅話仲多，都維持到2人攔網，但係就攔唔死。睇下球證判咗好近，衝分仲長啲添。南韓隊衝3隊都衝咗好多次2分，咁啊搞到南韓隊最緊要係結果出咗底線都幾揼住先呢啲波對面梗係容易起啦，大法因為對面攔網高啊。呢度吹咗4下啦，而進攻，但係第2次嘅進攻就係一傳到位，對面救得，即係叫救得靚啦。香港隊其實做到嘢嘅，一個背飛又有，好嘢啊！我擔心佢嘅體力啊，因為始終呢幾日比賽佢真係好辛苦。講緊嘅就係爆球員啦，詹詠琳。難到一次俾人轉一轉走個背飛有，冇得講啊！追足多數走外嚟同啲球員傾下嘅，發到力打，真係贏咗個。尤其是詹詠琳喺4號位啊，喺前頂得住好多個 set point 噶啦，捱咗。一傳麻麻地，修正翻。又係足嘅感覺嘅個身體，又有一個攔網得分。你話如果到大家都來回球多或者呢個進攻，個波出去界，我起得唔靚，但係你俾翻我去處理，真係俾翻佢嘅，但係處理唔到啊！個波啊打出界，但係呢一度調翻轉啦，希望係掂到南韓球手，不過都係冇，咁啊冇啦。呢一個結果丟咗好耐。香港追得翻上嚟，大家爭1分2分，甚至乎去到丟時，咪要丟好耐，去到3字頭，咪30比28先。個地面防守其實南韓隊今日都相當好嘅，佢哋唯一今日就係個發球失誤係夾。球手一傳破壞咗打修正，都已經向上打㗎啦，但係對面守到，呢真係高度優勢，唔係好啱，叫做火放個攔網，唔可以拍到2人攔網跳起咧，俾挑戰啦。個波就好飄嘅，所以起得唔係咁靚之下，咁個波俾對方手起咗。就有啲俾人拉開咗啦，叫咗暫停，因為俾人衝咗，去到7比2，快攻俾對方攔到過啦，因為第3下嚟㗎啦，我攔到對方嘅快，2號位呢邊亦都拍到2個，哇！波跳得好辛苦啊，兩邊走嘅，又要揾波，最終得1個攔對面嘅發捉手呢個波。因為實在衝得太長啦，呢段分數俾南韓隊。香港隊呢，想南韓隊呢個戰術真係好成功。修正4號位開網少少，錯住先，一個背飛冇得講，又係1.87米啊，韌高少少身，期望係香港隊可以喺呢一局衝到分啊！睇呢1分得唔得啦？一個防連續俾3次，陸穗英結果咧抵制到啊！原來最終係吹咗有掂，但係攻唔到啦，要守多次。一個背飛又係比較粒高少少嘅背，好肉緊㗎佢都。現場觀眾都肉緊嘅，同埋個司儀啊帶住現場球迷一路嗌到就係4號位走入去打嘅2號波嘅。
籃網球員好似即係佢哋有做戰術派咗餅，但係個餅係食起咗個波嘅，兩下都好似啊追住，彈力算幾好嘅。係啦，呢個波咧就都寄望唔到可以贏啊，希望係多啲分。呢一個更加明顯變咗咁巧喎，第一、第三局嘅分數都係一樣，香港隊只係攞到17，輸0-3局數，但係同分組賽一樣，有一局係特別好表現嘅。香港隊就喺第二局特別好表現，分組賽輸俾南韓隊嗰場呢，就係第三局特別好表現。冇辦法啦，確係實力有段距離。今屆賽事嘅第4名，但係已經好嘢啦，咁亦都抽籤不計啦。第一局呢就未發揮到呢，就佢哋嗰種嘅應有水準。第二局發揮到一啲冧啲嘅地面防守好，防反得分多，籃網得分多。咁佢哋唯一一樣呢，就係發球失誤較為多少少。籃球迷呢，就入場去捧場嘅，教練就係車上元啦。喺香港站呢一度啊，都第3年舉辦呢，就呢個東區錦標賽㗎啦。咁希望可以做到香港隊嘅訪問啊！我哋而家現場方面呢，就季軍就第2次季軍戰係南韓隊輸咗俾北韓隊呢，就只係得個第4。今次季軍戰南韓隊面對住香港隊，算贏得輕鬆嘅，尤其是第1、第3局，令到香港隊呢只係攞到即係個數字係13分啫。其實中華台北隊嘅實力都相當好嘅，只不過喺個分組賽嘅勝利呢，佢哋係成為賽事中嘅第5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Queen Elizabeth Stadium for the AEZ Women's Volleyball Championship 20。同埋吉祥物俾季軍嘅隊伍。獎杯、獎牌同埋吉祥物啊！首先見到，恭喜曬南韓隊。其實佢哋組裏邊呢，得3隊呢一度啊，咁啊3隊呢就出2隊，foul 1隊嘅啫，出線入到準決賽。南韓隊呢就分別係贏香港隊3-0，贏蒙古隊又係3-0。贏蒙古隊嘅分數差距仲大啊，25-10、25-10同埋25-15，三局都係令到蒙古隊呢個得分好低嘅。贏香港隊第2局呢，香港隊攞咗22分，打得好出色嘅一局，3-1局數贏咗蒙古，又係打得好出色。第4局刁時贏28-26，當時贏蒙古呢，其中3局呢，雙方要打刁先分到勝負。咁所以咧季軍戰呢，就輸嗰隊呢，唯一叫做失望嘅咧，或者可惜啲呢，就係冇獎牌袋嘅。咁有啲人就話：喂，季軍戰頒獎牌呢，就係屬於阿姐幫手頒。咁多位，亦都請各位嘉賓可以移步到觀眾席就座，欣賞跟住落嚟嘅中國對日本嘅冠軍賽事，大家千萬唔好錯過。現場亦都宣佈咗啊，對住日本隊。咁入場球迷其實即係叫連場好波嘅。睇咗場名次之爭，跟住第2場季軍戰，第3場就係冠軍戰。唔好錯過啦！冠軍呢就日本隊同中國隊呢各攞咗5次。但係你話近年嘅成績呢，就以中國隊呢就較為好啲。疫情前啊，21年呢就冇舉辦嘅，因為新冠嘅問題啊，取消咗比賽。咁啊，現場方面我哋揾到香港隊嘅訪問。
佢哋獲得銅牌啊！稍為一陣就會送上㗎啦。隊長好似自由人嘅隊長嚟喎，嘅張曉樂接受咗訪問，亦都知佢哋咧有跟住落嚟啲部署啦。咁啊，今日